嗱，今年咧就係辛亥革命嘅100週年紀念啦。咁我哋設計咗呢一個行程咧，就係辛亥革命喺香港嘅相關嘅史蹟點，我哋進行一個歷史嘅考察。咁呢一個歷史考察嘅行程同其他一般嘅中山史蹟徑啊或者文物徑有啲咩唔同咧？咁嗱，首先咧，我哋個行程唔係依足呢個中山史蹟徑。第一，因為中山史蹟徑咧就已經幾乎全部係面目全非㗎啦，除咗就係白紙里富人民社入口嗰條巷仔之外。第二咧，辛亥革命咧就唔係淨係孫中山一個人嘅事嘅，而中山史蹟徑咧個焦點太過集中喺孫中山一個人度。咁於是，我哋今次嘅呢個行程有啲咩特色咧？有3個元素。第一個元素咧就係地理嘅元素。點樣地理嘅元素咧？就係等間我哋睇落去啊，下邊嗰個皇后大道咧，原來叫大馬路。大馬路原來就係海岸線嚟嘅。咁海岸線對上咧就係一條條長長嘅斜路，因為香港就係一個山城。咁呢個斜路嘅上上下下咧，就好多革命嘅史蹟咧，就喺度咧發生過嘅。咁於是我哋行程咧就係咧再次踏步斜路，走翻上呢啲前人嘅足跡。咁可能係氣喘啲嘅，但係咧，我哋要體驗到即係當年革命奔走呼號所付出同埋嗰種嘅艱辛。第二個元素咧就係戲劇嘅元素，因為如果我哋將歷史純粹當係啲死嘅人過去嘅事或者物咧，就好難引起學生嘅共鳴嘅。所以我哋要有啲感性嘅投入，等佢拉近呢個距離，增加對歷史對過往嗰種嘅溫度感。於是咧，我就寫咗一個嘅風雨橫斜嘅歷史獨幕劇，就希望點樣咧？就係從歷史走進戲劇，從戲劇回歸歷史，借住戲劇入邊嘅情節同埋人物，等間我哋一路行嗰個行程嘅時候咧，就結合埋一齊。咁於是咧，當戲劇同埋歷史係合埋一齊嘅時候，嗰種嘅距離咧就大大拉近。第3個元素咧就係窗口嘅元素。咩窗口元素咧？嗱，成個中國嘅現代化其實咧就係受到西方嘅影響，而香港喺1842年割讓咗俾英國，成為英國嘅殖民地。呢個就係中國喺南邊所開出嚟一個大嘅窗口。咁於是西方嘅建設啦、制度啦、思想啦、宗教啦、物資啦、生活嘅形式等等咧，都跟住咧，就隨住呢個窗口咧走入嚟香港，從而影響整個中國。咁所以呢一個窗口嘅起點咧，就係今日我哋而家目前喺呢個位置。呢個位置而家荷里活道公園，其實就係1841年英軍最初登陸嘅位置。原來喺1841年1月25號，當時南京條約都仲未簽訂嘅。咁有隻英國嘅戰艦咧，就叫硫磺號，個艦長就叫做 Belcher。咁就嗰支艦隊咧，就喺呢個佔領角呢一度咧，原來咧就係一個山坡嚟，一路伸出海嘅。就喺呢個山丘度咧，就登陸。跟住第二日，即係1841年1月26號咧，就插咗支英國國旗。於是正式呢個地方就叫佔領角 （Possession Point） 咋。咁跟住有英軍嘅軍營啦。咁但係後來咧，因為英軍嘅軍營搬走咗啦，咁後來就變成咗大笪地。咁啊，再之後咧就變成咗而家嘅荷里活道公園啦。所以我哋今日成個行程嘅起點就喺呢一個中國走向現代化嘅呢個窗戶，呢個窗戶嘅起點佔領角，由呢度開始。嗱，頭先我話呢個佔領角咧，原本一個小山丘啊，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嘅係剷平咗嘅荷里活道公園。嗱，不過咧睇我背後呢一棵古老大樹咧，你就可以想像得到，當年係一個小山丘嚟嘅。嗱，而家嗰個樹腳咧就晾咗喺一嚿巨大嘅石上邊嘅。咁呢個樹腳應該就係當年嗰個地面。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想像到呢個其實係一個小山丘嚟嘅。仲有一點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嗰個英國嘅將領啊，英軍將領 Belcher， 佢嘅中文譯名咧就係卑路乍。咁所以而家西環嘅卑路乍街咧，
就係因佢而命名嘅。我哋由荷里活道公園嘅東面出口嚟到呢個南里，下邊呢條就水坑口街。嗱，望下嗰個路牌，中文叫水坑口街，英文就係 Possession Street。中文同英文唔同嘅，英文呢就根據嗰個歷史嘅背景佔領國，但係中文呢就用一個地理嘅環境因素喎。因為呢個本來小山丘呢，真係有條大水坑呢，就流出到海度嘅。咁點解會中文英文唔同呢？我估呢，好可能就係港英政府唔想挑起華人嗰種反英同埋反殖民地嘅情緒啦。我側跟呢條呢，就係皇后大道，後邊呢條呢，就係所謂雀仔橋啦。其實雀仔橋呢，就係皇后大道一部分。咁皇后大道彎彎曲曲呢，我頭先講過就係一個海岸線嚟嘅。咁我哋睇到呢一個咁嘅斜道呢，同埋嗰個麻石嗰啲石凳呢，其實雀仔橋你可以想像呢，就係原來喺個海岸線防波嘅海堤嚟嘅。咁後邊高高藍藍地色嗰座呢，就係而家嘅賽馬會分科診所。佢嘅前身呢，就係1874年成立嘅國家醫院，係香港第一間嘅非軍用醫院，亦都係楊衢雲，就係香港為辛亥革命犧牲嘅第一位烈士。喺1901年1月10號嗰晚喺結志街佢嘅屋企被暗殺之後，咁啊嗱嗱聲呢，就趕嚟呢個國家醫院度急救，但係到第二日即係1月11號嘅凌晨呢，就不治。嗱，我後邊呢一座斜斜地、窄窄地嘅咁得意呢座大廈呢，原本就係高升戲院，喺1890年嗰時成立嘅。咁當時呢，就係女人呢，就唔可以係戲班做戲嘅。咁啊，即使觀眾呢，當時都係男女分座。咁點解我哋要喺呢個革命史蹟度介紹高升戲院呢？第一個原因，因為呢個戲啊，我哋個戲《風雨橫邪》呢嘅開始呢，就係講關元昌同埋家人啊。關元昌呢，就係戲裏嘅主角，係中國亦都係香港第一位嘅牙醫。咁就喺高升戲院睇完大戲呢，翻屋企所發生嘅事嘅。第二個原因係因為呢，原來啊喺大概1905年左右度呢，陳少白、李紀堂同埋程天儀等一班人呢，就組成啲叫智士班，就改良粵劇，專咗啲新派嘅戲嚟到咧宣傳革命、配合革命嘅。咁雖然呢，即係我哋而家戲裏邊當晚未必呢，就係話有出新派戲叫做《文天祥殉國》，就真係喺高升戲院度演嚇，好可能當時智士班嗰啲戲呢，係喺落啲嗰度嘅太平戲院上演嘅。但係呢度呢，就想帶出一樣嘢，就係從來嘅政治嘅革命嘅呢啲運動呢，好多時候都係有文化上或者係藝術上嗰種嘅氣氛呢，係配合一齊發展嘅。而家我企緊呢一度呢，呢條一級級咁上嘅就係太平山街啦。太平山街呢，就係早年呢香港啲華人呢主要聚居嘅地方，咁就啲屋好密嘅，居住嗰個環境啊、衞生條件呢就好差嘅。嗱，所以呢，大家睇睇嗰度磅行公廁嚇，我要講咧係兩樣嘢，第一就磅行，第二就公廁。咁啊，公廁咧就因為咧呢度好多公廁嘅，周圍好多公廁，而家都仲係嘅。就因為咧當年嘅華人聚居呢度咧，嗰啲住屋條件好差，屋裏邊冇廁所嘅，所以一定要咧就出嚟出邊咧就揾公廁啦。第二嗰個磅行咧，嗰個磅咧就唔同磅嘢嗰個磅啊，佢係 pound lane 啊，佢英文嗰個 pound 咧就原來咧就指嗰啲軍人咧係圈地養馬嘅地方，因為呢個後邊咧就係佔領國原來嘅英軍軍營啦。所以呢度咧，我哋睇到就係嗰陣時佔領國英軍軍營嗰個嘅痕跡啦。咁同埋華人咧聚居呢個太平山街啦。再落啲，我哋望到而家濟公聖佛下邊咧有個百聖廟。咁百聖廟咧就係1850年代左右嗰陣時候咧就已經有啦。咁啊嗰陣時叫廣福義祠，因為嗰啲華人嘅做工嗰啲咧好多都係喺內地走嚟香港嘅。咁佢哋年老無醫啦。咁就甚至咧病咧到垂死啦，走去廣福義祠嗰度咧，就希望咧有得接濟佢哋，照顧佢哋，甚至咧死咗嗰條屍咧
就劈喺呢個廣福義祠就等修練嘅。所以呢度咧就死得人好多，衞生條件好差。所以下邊嗰條普仁街咧原本就叫做墳墓街嘅，就因為死人死得咁多，再加上喺1894年到1896年嗰陣時候咧，香港發生一場大嘅鼠疫，死好多人。咁所以政府咧，終於就喺1872年咧就立咗條例，就俾東華醫院咧第一間華人嘅中醫醫院咧就成立。咁於是墳墓街咧亦都改個好聽啲嘅名，就叫做普仁街啦。嗱，咁於是再講翻呢條太平山街咧，就變咗無形中咧就係一條咧係生活上嘅分界線，因為再上啲上山上邊咧，空氣又好啲，景觀又好啲，咁就係嗰啲外國人同埋啲社會嘅精英所住嘅地方。而喺呢一個太平山街一帶咧，就係嗰啲普通嘅草根嘅嗰啲華人所密集住埋嘅地方啦。嚟卜公花園咧，呢度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喺太平山街嗰度咧，喺鼠疫嘅時候就死好多人。咁所以咧，政府咧就要拆晒嗰啲屋，燒晒啲家私雜物，灑滿晒嗰啲嘅消毒藥水嚟到徹底消毒。咁所以又有所謂洗太平地啦。咁既然死咗咁多人咧，即係呢一段慘痛嘅記憶咁啊政府咧就一則紀念，二則咧亦都唔想留下個陰影咧，就係呢個地方咧就起咗呢個嘅卜公花園啦。第二個意義咧就係呢一條咧就係居賢坊，上邊嗰條咧就係普慶坊。喺1907年開始咧，同盟會就喺呢一度咧就做咗好多個招待所，係接待喺內地革命走落嚟香港匿藏嗰啲革命黨人嘅。頭先講到話太平山街一帶咧嗰個居住條件好差，咁就好多人病甚至鼠疫嗰陣時候咧死好多人，所以就有呢個東華醫院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諗到話東華醫院同埋跟住嚟都喺附近就有呢個保良公局嗰啲總理咧都係啲新商名流嘅。咁政治上嘅取態咧就比較係溫和啲、保守啲，就會主張循序漸進咁改革，未必一下子咧就話要講革命嘅。冇錯，即係早年就係，但係到後期呢，即係當滿清政府已經腐敗到無可救藥嘅時候呢，其實啲新商名流都有參與嘅。就喺1911年武昌起義，即係10月10號成功咗之後呢，咁廣東咧就要組織一個臨時嘅軍政府。咁當時咧革命黨嘅領袖胡漢民呢，就帶住咧幾十個香港四邑嗰啲嘅商人呢，走上去廣州度開會籌組呢一個臨時嘅軍政府。咁當中呢班商人呢，有兩個，一個叫譚兆康，一個呢就譚換堂，佢哋都係東華同埋保良嘅總理嚟嘅。由太平山街咧上到嚟呢度必列者士街，後邊呢一座咧就係基督教青年會。香港嘅基督教青年會咧係1901年成立嘅，咁跟住1918年呢，就係呢個位置咧有咗自己嘅會所啦。而家你見到呢座建築物咧就係原來嘅模樣就係咁樣噶啦冇變到。咁呢個青年會咧入邊咧係有全香港第一個室內嘅泳池，有懸空嘅鑊形嘅跑道。咁當時咧好多啲青少年嘅活動㗎啦，除咗係讀經之外咧，就係嗰啲游水或者其他嘅康樂活動咁樣。咁有個大禮堂添嘅，就坐到500-600人。1927年嘅時候咧，魯迅嚟過呢度演講嘅。嗱，咁點解要介紹呢個青年會咧？佢同呢個辛亥革命咧係冇直接嘅關係，但係有間接嘅關係。因為早期嘅辛亥革命咧，參與嘅、策劃嘅、領導嘅絕大多數咧都係基督徒。等間我哋再過啲咧，另一邊咧就係美國公理會。當年孫中山咧就係嗰度咧係受洗成為基督徒㗎啦。我哋馬上就要去到㗎。不過我要想再講一講咧，就係下邊咧荷里活道咧有呢一個嘅文武廟。文武廟就係1847年已經有㗎啦。咁可以講係華人嗰個祭祀
同埋佢哋民間嗰種嘅權力嘅一個中心嚟嘅。咁東華醫院嗰啲總理咧，後來亦都係咧管埋呢個文武廟添。咁啊可以咁講咧，就係呢個文武廟喺荷里活道，就係華人嘅嗰個力量去到最高嘅位㗎啦。最高即係嚟到呢荷里活道嘅啫，再高啲咧就係西方嘅基督教同埋其他嘅西方嘅事物啊、建築物啊、活動場所等等㗎啦。咁啊呢度補講一番咧，就係咧荷里活道咧 Hollywood Road， 大家唔好以為咧同呢個電影嘅荷里活咧有任何關係。佢係英軍喺佔領國建咗個軍營之後，就跟住咧就沿山咧就鑿咗一條路，因為種滿晒兩旁都係嗰啲冬青樹啊 Hollywood， 咁啊所以先叫做咧荷里活道。嗱喺我後邊咧，必力遮士街2號，嗱呢個已經唔再用嘅街市咧，就係原來係美國公理會個教會所在地嘅。1883年咧，孫中山佢喺檀香山讀完書，跟住咧就翻去鄉下，又再嚟翻香港讀完咗拔萃書室，1年之後咧就嚟到呢一度，喺呢個公理會嗰度咧係受洗，成為基督徒嘅。咁同埋一齊受洗咧，仲有一個6號東添。咁當時佢受洗嘅名咧就叫做日新。咁佢嘅中文老師亦都係教會嘅長老歐鳳慈咧，就同佢轉過叫做日先，所以 Doctor 新一先，孫日先就係咁樣嚟㗎啦。咁所以頭先我講咧就係話，即係早期領導革命嗰啲絕大部分咧都係基督徒。咁孫中山啦、6號東咧，跟住嚟我哋會講嘅楊衢雲咧、謝纘泰咧、李紀堂咧，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咁啊點解會咁多基督徒參與早期嘅革命咧？咁啊第一係因為咧，之所以為基督徒，因為佢哋認識嗰啲牧師、嗰啲傳道、傳教士，咁你識英文啦，亦都接觸到西方嗰啲進步嘅思想、自由啊、民主啊、人權啊、法治等等。咁睇到清廷嘅腐敗咧，就首先咧提出係要推翻、要革命嘅。咁啊，其次咧就係當然咧就係即係基督教入邊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嗰種犧牲精神咧。但係最緊要一樣咧就係咧，因為中國傳統嘅讀書人啊係受儒家思想影響嘅，就唔輕易咧係講革命作反嘅，因為儒家思想咧就係要講上下咧會好有秩序、好有等級，唔可以以下犯上，所以非到逼不得已。到最後關頭，當清朝腐敗到無藥可救咧，後期咧呢啲傳統嘅讀書人咧先至會加入嘅啫。所以早期係基督徒領導住呢一個嘅喺香港進行嘅辛亥革命嘅活動。嗱，咁我前邊呢一個咧，呢一座咧就係又係而家唔再用嘅荷里活道警察宿舍，就係當年我哋特首啊曾蔭權咧佢細個成長嘅地方啦。咁呢一個嘅荷里活道警察宿舍咧，原本就係咧皇仁書院嘅第2期，所以皇仁書院而家喺銅鑼灣咧，佢第1期咧就喺下邊歌賦街嘅中央書院，孫中山咧就喺嗰度讀嘅。咁然後第2期咧就搬咗上嚟呢一度嘅警察宿舍呢個位置呢度咧，就當時叫做咧維多利亞書院，就好大嘅，因為4條街咧包住嘅。必力遮士街啦、亞巴甸街啦、荷里活道啦，同埋城隍街嘅，所以當時又叫做大書院。咁孫中山咧冇喺度讀過書，但係佢參加過呢個維多利亞書院嗰個開幕嘅典禮。好啦，而家我企嘅位置咧就係歌賦街。1862年嘅時候咧，呢度就係香港政府所成立嘅第一間嘅官立中學——中央書院，亦都係孫中山咧喺度讀書嘅。咁呢一間嘅中央書院咧，雖然係政府中學啊，但其實最初嘅成立咧就唔係政府提出嘅，反而係一個傳教士喺英國倫敦傳道會嘅利亞國牧師咧，係向政府提議嘅。喺我後邊咧，一陣間你會見到有好多人排隊等食牛腩啊，食鮮茄牛肉通粉嗰度咧，就即係歌賦街嘅24號咧，就係楊耀記嘅舊鋪。咁嗰度咧就係著名一幅相，所謂革命4大寇咧，嗰4個人經常聚會高談革命嘅地方。所以4大寇咧，嗰4個人就係楊岳齡啦、孫中山啦、
陳少白啦同埋游烈嘅。但係值得要提呢，就係呢個四大寇呢幅相後邊呢，企咗個後生仔嘅，但係從來呢，好少人提及呢個後生仔嘅。咁點解呢個後生仔會企喺度呢？咁一幅相叫四大寇又唔叫五大寇呢？原來啲後生仔呢，就叫關景良，佢就係我哋呢一出戲《風雨橫邪》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頭先我講過呢出戲嘅主人公關元昌嘅第7個仔關景良，號心妍，佢原來就係孫中山嘅學醫嘅同學兼同房嘅。咁點解企埋一齊影呢幅相，而又唔叫五大寇呢？咁一陣間呢，我哋會再講呢出戲呢，亦都係講呢一件事嘅。嗱，頭先我喺歌賦街一路轉上嚟亞巴甸街，然後咧轉入嚟呢個結志街。喺結志街52號，即係同亞巴甸街交界嗰度呢，2樓就係當年1901年1月10號傍晚時分，楊衢雲喺嗰度呢，俾清廷派落嚟嘅殺手呢暗殺嘅。咁我哋設想一下呢，即係當時呢，佢中咗3槍，受重傷，咁啊即刻呢，就係呢走落去我哋頭先最早經過嗰個國家醫院嗰度急救嘅。好啦，楊衢雲呢，好值得介紹呢，就係佢喺1892年呢創立咗呢個婦人民社。頭先我一路喺一條好窄窄嘅巷走入嚟，嗱呢條巷呢，就係結志街嗰度嘅百子里。咁可以講得係咧，成個中山史蹟徑咧，唯一嘅一部分咧，保留翻當年嘅原貌，就係嗰條窄窄嘅嗰條巷仔啦。咁呢條窄窄巷仔咧就好隱蔽嘅，好隱蔽嘅，就因為當時即係呢度開呢啲咁嘅革命會議咧，就要揾一啲咁樣嘅可以隱藏嘅地方。咁上到呢一度咧，就當年就係一個婦人民社啦。1872年成立，就係楊衢雲同埋謝纘泰等等。呢班當時嗰啲香港精英，呢啲都係基督徒嚟嘅，都係英文好叻嘅。咁佢哋創立呢個婦人民社呢，比孫中山喺檀香山創立嘅所謂我哋一般以為呢係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呢，仲要早3年。咁雖然呢個婦人民社當時唔係話正式講話要搞革命嘅，但係其實呢就已經呢係提出好多呢好進步、好新嘅改革嘅思想。咁喺呢一度嘅婦人民社呢，後來孫中山1895年嚟到香港啦，咁楊衢雲呢，即係其實當時資歷比佢更早嘅，更加係地頭蟲添。咁所以呢，當時婦人民社就加入埋呢個興中會，就喺一陣間我哋會去到嗰度嘅士丹頓街13號香港興中會總會嗰度呢，就成立呢個香港興中會啦。咁原來創會嘅會長咧唔係孫中山，就係楊衢雲啦。咁所以咧，其實楊衢雲將佢個婦人民社加入埋興中會之後，而最初興中會所策動嘅1895年呢個廣州嘅所謂首義啊，同埋跟住1900年嘅惠州之役咧，其實楊衢雲呢都係即係擔任呢個領導嘅地位嚟嘅。咁啊，只不過因為咧1901年就早死，咁啊大家咧就遺忘咗佢咧。就同埋因為咧佢死咗之後咧，為咗係避免張揚呢，佢嘅好朋友就係謝纘泰、關景良、歐鳳慈、黃旭初牧師呢班基督徒呢，就將佢葬咗喺跑馬地香港墳場。嗰個墓碑呢，冇名冇姓冇生卒年月，只係得個碑座裏邊嗰6348嘅編號，所謂無名碑啦。咁於是呢，亦都係呢一路咁個無名碑呢，就留到而家都仍然係無名碑。咁啊，大家對楊衢雲呢，就遠遠不及對孫中山嘅認識。咁事實上咧，到1899年嘅時候咧，就孫中山咧，佢另外創一個同當時嗰啲嘅秘密會社嗰啲哥老會組織一個叫興漢會。咁楊衢雲就覺得咧，就即係唔好有2個會長2個會啦。咁佢就將呢一個嘅興中會嘅會長地位讓出嚟俾孫中山嘅。好啦，而家我喺荷里活道，頭先咧喺亞巴甸街度上嚟到荷里活道轉角位，即係荷里活道81號咧，嗰個位置咧就係當年嘅亞麗士醫學院嘅地方。咁亞麗士醫學院咧就係咧何啟醫生為咗紀念佢死咗嘅太太亞麗士而起咗呢間全名叫做亞麗士利濟醫院。咁當時孫中山咧就喺度讀醫科嘅。
咁其實同埋孫中山仔一齊讀醫科嘅呢，就係關景良啦，係同學又係同房。呢一幅相啊，革命4大寇呢，就係1888年10月10日喺亞麗史學院嗰附設嘅西醫學堂入邊呢，西醫書院入邊呢，就喺個國政室外邊呢影呢幅相嘅。咁呢幅相呢，一路都係關景良呢係 keep 住個相底，後來革命成功之後呢，先至攞翻呢張相出嚟嘅啫。好啦，咁點解關景良企喺度影呢幅相？頭先講過，即係點解佢唔當係革命5大寇呢？咁原來就係佢爸爸關元昌同埋媽媽關黎氏反對。原來關元昌呢，就係一個基督徒，當然關景良都係成個都係基督徒家庭嘅。就因為咧，佢爸爸媽媽咧就係反對革命，認為咧基督徒咧唔好理咁多政治，唔好搞咁多政治，專心咧就係榮神益人啊！嚟到咧係慢慢改革個社會好啦咁。咁原來關元昌咧就喺1888年咧係有份係同埋其他嘅一班嘅中國基督徒咧成立喺我後邊嘅呢一個道濟會堂。呢個道濟會堂呢，就係香港第一間由華人治理嘅教會啦。咁後來道濟會堂呢，就搬咗去般咸道，而家嘅合一堂。呢條就係砵甸乍街，即係所謂石板街。呢個砵甸乍呢，就係香港第一位嘅港督。咁啊，清朝呢，亦叫做朴頂查嘅。頭先呢，我哋就喺荷里活道度介紹過道濟會堂啊。咁道濟會堂咧就係香港嘅華人基督徒咧就成立嘅第一間華人治理嘅教會。咁當時首位嘅主任牧師就係黃旭初牧師。咁孫中山咧嗰陣時候咧，雖然唔係屬於個教會，但係就好中意去嗰個教會度聽下黃旭初牧師咧係講道。因為黃旭初講道咧，佢係講好多個時事啊、政治啊、改革嘅嘢嘅，所以成個道濟會堂咧可以講係咧。呢個辛亥革命喺香港當時嘅一個推動改革嘅重鎮嚟嘅。咁跟住我哋頭先去到士丹頓街13號，見到個永善庵呢，就係1895年嗰個香港興中會嘅總部啦。嗱，喺呢個砵甸乍街一路落去下邊嘅士丹利街24號呢，嗰度即係而家嘅一個好出名嘅陸羽茶室嗰度呢，就係當年1900年陳少白所主理嘅《中國日報》係宣傳革命嘅，咁啊李紀堂咧就負責咧係咧出錢資助，咁啊再過啲士丹利街，再過啲多咧，去到蘭桂坊嗰度啦。嗱，蘭桂坊咧就而家中環即係最潮嘅一個蒲點啦嚇。但原來蘭桂坊咧喺早年咧其實就喺海邊，好多行船館嘅。咁喺《風雨橫斜》嗰出戲入邊咧就講到關景良嘅妹夫關元昌嘅女婿容星橋，因為參加自立軍失敗，就逃亡嚟到香港，就走落去呢個蘭桂坊嗰啲行船館度咧，就等幾時有船咧就去呢個上海嘅。咁就喺蘭桂坊呢個威靈頓街同埋德記立街交界嗰度咧，就嗰度好多生果檔嘅。咁嗰度有一個生果檔叫和記棧，就係1903年中秋節嘅前一晚迎月晚上咧，就一批基督徒就係咧李紀堂、謝纘泰同埋洪全福咧呢度策動呢個大明順天國之役，咁亦即係咧又叫做壬寅廣州起義。咁呢一次嘅革命起義行動咧，就孫中山冇參與，亦都唔係咧興中會所策動嘅。咁呢一次咧，亦都係咧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就係最後一次係由基督徒所領導同埋策動嘅革命起義行動。之後其他嘅起義呢，就有好多嘅非基督徒呢係參與啦。咁今日呢，我哋即係成個嘅史蹟考察嗰個行程呢，就到呢度結束。希望呢，就大家可以能夠即係從中得到有所體會啦。